我哋今日睇康臣1號一批兩貨 AB 單位，今次有驚喜啦！上次1號會有人諗過買兩間，呢度都可以買兩間，打通佢，面積接近7000尺，紙面上你好難揾到一個雙連單位嘅新樓俾你買，兩個戶型差唔多係接近對稱。望一望呢個遠景。每邊都係有4間房 ，total 加埋你兩間買晒8間房，全層都係你自有一戶嘅。我哋望埋隔離嗰邊先，我哋過埋呢邊 A 單位，兩邊係對稱嘅。今期有個付款方式非常之特別，一間大概8-4萬左右，你就可以選擇先租後付3年，呢兩間加埋300萬都唔需要，你就可以攞到呢一套7000尺嘅單位，可以先享有呢3年嘅試住機會。先租後付最靈活嘅方式就係唔需要俾首期，呢啲錢全部都可以抵消翻落去個樓價度，即係自己交租，零管理費、零使用費、零利息，等於零成本。可以諗一個康臣1號兩個單位接近7000尺嘅單位，8間房。領頭前嘅你如果有諗法，AB 兩個單位攞晒佢嘅話，可以考慮呢一個方案，直接約我 Oscar 約睇。關注晒所有平台，點擊頭像後台留低聯絡方式。今期唔需要驗證，再見。